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能急抱佛腳星座 Top 3。第一名雙子座，第二名射手座，第三名雙魚座。第一名雙子座，拖延指數96分。雙子平時成日三心兩意，明明知道要準備，但總係俾其他嘢分散晒啲注意力，直到死期逼近，先急急忙忙攞翻啲資料出嚟趕工交差。佢哋嘅慌亂唔係偶然，而係早就成為咗習慣。第二名射手座，拖延指數93分。射手貪玩又散漫，最叻就係說服自己仲有時間啦，結果一拖再拖，最後先至發覺死期已經迫在眉睫，慌張捱通宵，臨時衝刺就係佢哋最熟悉嘅套路。第三名雙魚座，拖延指數90分。雙魚好容易沉迷喺自己嘅幻想裏面，真正要做嘅嘢一直無止境咁推遲，直到時間逼到埋身，先慌慌張張喐手，靠住情緒同靈感死頂，最後交唔交到差，睇落就更似係一場賭博咁啦。唔知你會唔會比起佢哋更嚴重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，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